喺十里銀灘呢一度，細職單位一樣擁有270度嘅無敵海景視野係點樣嘅？跟住鏡頭上去睇下。OK， 望過嚟呢一邊一線嘅海景視野，對面嗰度啊幾百萬，我呢一度只需要8000蚊就可以上車啦，月供只需要2600蚊到。OK， 由露台位置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而家示範單位做咗個餐廳、客廳位置啦，係咪先？如果俾咗我咧，呢度做個隔斷，嗰邊做翻個房，咁啊私隱性咧就提高咗噶啦。呢一邊做翻個客廳位置啦，入到嚟門口呢個位置，出翻入門口呢個位置咧，做咗個櫥櫃開放式嘅。揀餐冇問題嘅，呢一邊有個洗手間位置，都幫你做好晒乾濕分離噶啦。咁樣嘅單位，你講 O 唔 OK先？喺十里銀灘，佢嘅交通便利啦，翻深圳、香港都非常之方便。落樓就有巴士直達深圳各大口岸。咁嘅交通情況，俾咗我都 Nike 啦。Nice。好 OK， 最後 follow Vicky 我啦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my channel。拜拜。關注我，帶你睇更多筍盤。